日本焦點上嘅台北黨團藝術館提出擺咗5星座主題，展出社會人嘅見方。藝術家彭志平用了22年去52隻國家訪問超過200個人，其中強調了文史、記錄世界和台灣社會人嘅見方，希望透過展覽，幫很多民眾了解5星有辦透過空間來研究自我形象。紀錄片當中，一個改好繡花間畫圖嘅客家5星，間有客人討論嘅改久，總算有自家嘅工作室。將以安和呼氣有自家間房嘅5星，喺台灣並唔多。喺客家深口嘅彭義平，佢陳述做上客家社會人唔踏巴下腳嘅文化，而認為韓國應該要有自家嘅間房，讓前嚟做5星嘅自主權。客家女性的那種堅韌和強悍的一種為了家族去勇於犧牲奉獻的這樣的一個力量，她並沒有轉化她自己個人的那種能量，進而去改變她的下一代。不過，沒有幾多人認為5星嘅空間就係陸卡嘅做下。彭義平講，一般來講，台灣人陸卡嘅設計項做下價格比唐下韓國細、韓國合，社會人唔需要自家嘅小天梯。可能共用係南美人嘅 TV 太過社會人嘅國家伊朗，情形就規模共用嘅。真正享有的那個權力跟地位是無可撼動啊，因為它的廚房是最大，它是客廳的可能4倍到5倍，好，這個是連最貧窮的那個家庭都亦然。入嚟展覽總共分做3個展區，用影像來講，睇無共用嘅設施、無共用嘅宗教、無共用嘅文化，5星間空間嘅互通關係，希望大幫展覽來相看啊5星睇社會上嘅意義，未來由韓國到嘅社會人生活到韓國有自家嘅主張。客家新聞，齊永尊、鍾義山台北報道。